1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钉死，百饼传授奥妙真理。咱们站起来念全首。 圣餐的这兄弟，请咱等下咱会刷咱的骹步起来3楼的所在，来做阵来守主的圣餐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进来属于伊的教会陪餐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咱中间刚才有人第一摆来到教会，也是你来到英国教会已经几落摆，总是你还袂洗礼，请你确定通摕迄个饼。假使你若有伫别间教会，你已经洗礼。 也是跟信仰，英国教会一个信仰的大家庭，欢迎你做阵来守主的圣餐，做阵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听主耶稣对囡仔回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，恁囡仔着我担当大的着就分我，我要互恁得着安息。我就是活命饼，就分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怕。 就分我的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甲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的迄一暝，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有摕饼安尼讲。 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为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的迄一暝，有摕饼祝谢，咱是愿要照主耶稣的款式来升伫主的面前，咱要做阵来祈祷感谢，请咱做阵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阿爸爸上帝，我要感谢你的听纳。 由你伟大奇妙的安排，家己施落恩典伫阮的身上，通有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来领受受祝福这个圣餐，通了解耶稣基督为着阮救赎的缘故，来死伫十字架顶，放下生命，流出迄个宝血，拍破宝体，成就伫阮这个有罪人的身躯的顶面，来受主的赎回，通伫主你的面前来正做宝贝。主，阮感谢你。 愿天必来恳求你，我无要为着家己来活，乃是要为着你来活，由你来为着阮死，你嘛为着阮过活，你将这个恩典来刻伫阮的心目中，愿对伫迄个信心会当增长、成长，然后对伫这个信行出好的行为。愿咱的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 主耶稣后面迄一暝摕饼，安尼作写讲，讲
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过来的，伊就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受的迄一暝，捌甲这学生三脚同齐都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过来的，伊就今日来纪念我，伊就今日来纪念我。咱们请服侍长老来三角服侍，咱还袂摕到饼的人，咱来安静的座位，伫遐安静准备心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
名你。